各位親愛的鄉親，大家好！又到來聽堂的時間呢。我是今日要教大家運動的大 A 老師。今日我要教大家係居家有氧的動作哦。居家有氧運動可以提高你的心臟還有肺部訓練的功能哦。等下大家就聽在線上，向下來運動哦。做運動前，我哋要大家要向下來做，可以用你眼神一起來的動作哦。等下就聽在線上，向下來暖身。你第一個動作，原地踏步。我記得你的腳趾頭，然後腳趾要向前面。你的腳趾頭要變強鬆。你的兩隻手要壓得，兩隻手到你腰圍旁邊左右的搖動。你有好不好嘛？你兩隻手可以慢慢的讓動作變較大起來。你可以讓你的大腳臂再個卡卡口袋位。注意調整體格的頭氣哦。你要來加上你的肩頭，慢慢的向後直前。你可以往高方向，讓你的肩頭向前直前。就會剛好，你再來到原地踏步。再好好的調整體格的頭氣哦。第二隻可以讓你熱身的動作，就係到你的左右踏步。你的腳趾頭，然後腳趾要向前面，兩隻手向後搖動之後記得體格的頭氣哦。可以慢慢的用你的屁股吸氣，用再慢慢的吐氣。你要加上你的肩頭，慢慢的向後直前。記得你的同手同腳哦。你慢慢的讓你的手離較太前一些嘞。就會剛好，還可以嘛？你讓你的手跌到前太前。慢慢的老手，比較細前的位，再到你的肩頭直前之後，你大家慢慢的再來到原地踏步，調整體格的頭氣，你再過一擺哦，大家加油，兩隻手向下前後的搖動。加上你的肩頭直前，再試吧。左右踏步，加上你的肩頭同樣向後直前，然後你的手慢慢的卡到口袋位，然後你的手跌到前太前。注意體格的頭氣哦，慢慢的讓你的手離較細前的位，再讓你的肩頭直前之後，再來4刀、2刀，前後1刀，再來到原地踏步。大家要讓你體格身體熱起來嘛。你走了，前後1擺好嗎？加油哦！兩隻手，你的肩頭直前，再試到前後1擺，左右踏步，肩頭直前，用手卡起來，你向下跌到前太前。慢慢的，跌較細前的位，到你的肩頭直前之後，你再來到原地踏步。大家好好的調整體格的頭氣哦。
安尼大家可以兩隻手打開來，兩隻手慢慢的放下來，安尼慢慢的屁股可以接氣，用再吐氣，再個2擺，慢慢的吐氣，安尼前後1擺，慢慢的吐氣。安尼就大家我向下來做做運動了。今日要教大家係有氧步伐。跳有氧舞蹈可以提高你的心肺功能，免我感覺你的心臟跳較急哦。我記得我好好的調整自家的頭氣，一下就停停時常向下來運動哦。停停練音樂，原地踏步，慢慢讓你的身體熱起來，腳趾頭變輕鬆，兩隻手左右搖動。你提早動作來到係3步1點1 2 3 1點1 2 3點1 2 3點1 2 3，安尼有記得嗎？1 2 3，再繼續練習咯。1 2 3點1 2 3點，我哋慢慢的向前面行可以嗎？後退1 2 3點1 2 3。腳趾頭變輕鬆，你可以加一個大數2 3 1 2 3 4，你繼續，你拿你的腳抬起來，1 2 3 4 1 2 3 4。你此刻呢，老鼠卡卡高調誒，1 2 3 4 1 2 3 4，再來到原地踏步，好好調整自家頭氣，兩隻手左右搖動哦。你再個加1擺，3步1點1 2 3 4 1 2 3 4，慢慢的左右行，1 2 3 4，做會當好，加上你的大數好嗎？加上你的抬膝，1 2 3 4 1 2 3 4，兩隻手抬起來，4 1 2 3 4，再來到你原地踏步，原地踏步要記得好好的調整自己的頭氣哦。有記得嗎？你要向前面行，向後擺，左偏右偏，你四個方向加起來哦，加油哦！準備好嗎？4 3 2 1，大數，有冇？四個方向加起來了，3 4，繼續。你加抬膝好嗎？1 2 3 4，做會當好哦，才2度，前後1度，
再來到原地踏步，好好調整自己跳起哦。大家做位動好哦，啊記得你的四隻方向哦。你大家可以加你的強度，可以有一點點的跳躍，可以嗎？準備好了，走，開始。記得你要拍子哦，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。加上你跳起來，一點點的跳起來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。再過2道好嗎？有了個跳起來嘛？腳趾頭不用強鬆哦，前後一道。慢慢的再來踏步，好好的調整自己的跳起。你的腳慢慢的不要看慢點的，兩隻手打開來。變下來，慢慢的跳起，慢慢的吐氣，再加一擺，慢慢的吐氣。剛下教的動作，大家有好不好嘛？等一下做一停先生，繼續做下去哦。今日的運動係有氧加上你的肌耐力的訓練，唔光係有氧運動，也係肌耐力的訓練。當重要嘅就係好好嘅調整你自己嘅頭氣，穩定核心肌群咩當重要哦。大家聽聽先生向下來運動 ，OK。你第一個動作，你要用你嘅一隻腳到前面，我記得你嘅腳到後背嘅腳唔好到你嘅正後方，你要兩個到你嘅斜後方，你嘅膝蓋腳趾尖腳趾頭，你嘅都要向你嘅前面。你的兩隻手可以放到你的腰的旁邊。我記得前面的腳趾頭要彎差不多90度，後邊的腳趾頭沒同樣哦。好，記得肚子要豎正，不能我打側，加油哦！訓練到哪？你的手腕，你的太腳臂、股四頭肌，加油哦！有知道你的腳臂當酸痛嗎？你準備好彎腳咯，腳豎正來，彎另外一隻腳。你可以慢慢的可以去調整你自己的動作。你望住可以看到你的腳趾頭，嗱你的腳趾，我同樣向前面的方向，腳趾頭做唔得超過你的腳趾哦。可是你的身體愛直上直下，肚子豎起來，不能打側。加油哦！你知道你的腳有感覺嘅嘛？繼續4、3、2、1，嗱，你的腳豎正來，原地踏步，可以變強上你的太腳臂。第一個動作來到你的深蹲，因為你的腳打開來，差不多與我們的你的肩胛同樣按法，你的手腕向後擺。你兩隻手咪可以持關的表態，肚子要豎起來，不能打側。你的腳趾頭、腳趾要向前面哦。注意自己的頭氣。你準備腳屬於彎片。繼續，3、2、1。你做原地踏步，你強腰不用強鬆，你的兩隻腳的太腳臂，還有自己的頭氣哦。你的動作全部串聯到向下好嗎？準備好了，弓箭步，前弓箭。
你準備彎腳，準備到你的深蹲哦。兩隻手可以並踢，你彎片，手要翹起來，肚子豎起來，再加一擺前弓箭。你向下彎腳，腳趾頭要變輕鬆哦，有彈性呢。你的深蹲，手要向後，肚子豎起來，彎片，加油哦！再加一擺前弓箭，你的手可以並踢。彎腳咯，肚子要開用力咯。到你的深蹲，準備彎片，你轉來到原地踏步，調整體感跳起哦。有感覺你的太腳臂。前面要股四頭肌有一點痠痛嘛，大家要加油哦！肚子要豎直，手要夾直，你大家向下，再做加一擺好嘛？聽聽音樂，弓箭步，手並踢，你準備彎腳。準備到你的深蹲，彎片，弓箭步，準備彎腳，深蹲，彎片，大家加油哦！再加一擺好嗎？彎腳。深蹲，彎片，你轉來到原地踏步，大家好好調整體感跳起，不用強鬆你的兩隻腳的太腳臂哦。原地踏步，兩隻手慢慢的打開來，慢慢的舒展來，再一度，兩隻手慢慢的打開來。再一度深呼吸，再慢慢的吐氣。做運動過後，要到大家向下來做，可以用你的眼神變輕鬆的動作哦。你第一個動作可以讓你的兩隻腳打開來，用你的腳趾頭，然後你的腳趾向前面，用你的一隻手卡高，你的手呢可以去靠近你的耳弓，用你的手指向上面。另外一隻手到你的腰圍旁邊並等，大家慢慢的吸氣，吐氣的時間，你慢慢的身體向旁邊，你要存等你的側腰肌群，記得慢慢的吸氣，用你的手卡在高低位，慢慢的吐氣，用你的身體慢慢的帶轉來，手變下來，你要準備往另外一邊哦，用你的手卡高，去靠近你的耳弓。手指指到上面，一隻手愛到你腰圍旁邊，慢慢的吸氣，慢慢的吐氣，到你身體的旁邊，伸展到人家的位側腰肌群哦。用你的手來看眼的位，一直吸氣，慢慢的吐氣，用你的手慢慢的打開來，你再多加一擺，吸氣，慢慢的吐氣。慢慢的吸氣，手來較長的位，吐氣，用你的手帶轉來，你彎片，慢慢的吸氣，身體要向上面，吐氣向旁邊，慢慢的吸氣，手來較長的位，吐氣，用你的手打開來，聽一下，你的動作，你要同手同腳，
讓你的一隻腳翹起來，向後翹起來，牽動你體幹的平衡，你的手慢慢的打開來。記得你的腳趾頭可以向你體內的方向。這個動作呢，可以去傳導你的大腿前側、太腳臂前面的股四頭肌。記得起蹬的腳要保持有彈性哦。你再停留一下，深呼吸，慢慢的吐氣。你手不用腳不用下來，手不用下來，不用強鬆。你準備彎片，你同手同腳翹起來，到你的手的後背，腳要卡穩來哦。以及手要牽到你的平衡。你都冇卡，要找到體幹的平衡。你的重腿，你可以去牽到你冇卡的足的，卡穩的足的，你可以撐等你的足的，讓你體幹找到體幹的平衡哦，你較安全哦。慢慢的再落腳不用下來，你再個加一擺，往另外一隻腳翹起來，順等你太腳臂前面的股四頭肌，慢慢的深呼吸，慢慢的吐氣，剛好你落腳不用下來，準備往到另外一邊。記得咯，無卡可以撐等你的較安全的足的，找到體幹的平衡哦。你的腳趾頭要向體內的方向，慢慢的吸氣，慢慢的吐氣。做位當好，第三個動作，讓你的腳到前面，腳翹起來，兩隻手插到腰的旁邊，讓你的起蹬的腳一點點的彎，讓你的手腕向後背翹起來，讓你的眼神慢慢的略略的向前，讓手腕翹起來，腳趾翹起來，可以傳導你太腳臂後背的腿後肩肌群哦。兩隻手也可以放到你的太腳臂的上面，一直慢慢的吐氣，慢慢的吐氣哦。你向下落腳旋轉了，你往另外一隻腳向前面翹起來，起蹬的腳慢慢的略略的保持有彈性。兩隻手插蹬，讓你的手腕向後背，身體略略的向前。記得你的腳趾要盡量翹起來哦，這樣可以去伸展到你的腿後肩肌群。再停留一陣，慢慢的吸氣，慢慢的吐氣。做位當好，你落腳旋轉來，兩隻腳慢慢的不用強鬆。你可以兩隻手慢慢的打開來，慢慢的吐氣。你的腳趾頭可以不用強鬆，再一度慢慢的吸氣，慢慢的吐氣，輕喝一擺，吸氣，慢慢的吐氣。今日教大家的動作，大家有學會嗎？記得當你做停停先生向下來運動哦，你眼神同精神慢慢緊來緊好，聽懂，下擺見。